所有事情由一張環保聖誕卡、一個愛德開始。1975年，莊宗澤神父同一班熱心嘅教友以環保聖誕卡為起點，發起愛德循環運動。佢哋收集舊聖誕卡翻新義賣，將籌得款項援助南亞水災災民，並支持亞洲貧困地區嘅發展計劃。呢一份跨越海洋嘅愛德，似一粒種子，悄然生根。賑災使命完成後，呢份精神並未消失，直到1986年，當年有參與環保聖誕卡義工活動嘅 Kenny Lau 劉月雄先生同一班充滿服務熱誠嘅年輕人，決心重組機構，正式成立愛德循環運動。從此，愛德就有咗更清晰嘅使命，培訓義工，服務社會中最弱小嘅弟兄姊妹。1992年，石硤尾實體辦公室落成，象徵愛運進入新階段。愛德循環運動有4大核心服務：社區護送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陪診同接送；長者支援及諮詢，陪伴獨居長者解決生活困境；青少年義工發展計劃，到校培育年輕一代投身服務；專業義工培訓，教義工點樣關顧輪椅人士、視障者等特殊需求。喺愛德循環運動做咗義工30年嘅 Peter， 咁多年嚟每月都會抽出1-2日時間帶患者睇醫生。無私嘅精神背後，只因 Peter 覺得幫人係件值得嘅事。其實呢咁多年都係自己有個使命感啦，覺得自己希望趁自己有能力嘅時候都可以服務一啲有需要嘅人咯。咁因為好多時逆地而處就係話你調翻轉頭到自己年紀大咗，需要別人去幫我睇醫生啊，或者係做一啲可能家居嘅一啲服務啊咁樣咯。咁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盡力趁而家有能力都可以幫人咯。Peter 喺愛德主要係做陪診服務。同一啲服務對象、一啲受助人，佢哋去可能去覆診啦，或者做物理治療。其次，亦都試過去一啲老人院啦，協助一啲公公婆婆佢哋剪髮啦。Peter 仲會帶仔仔一齊做義工，將呢一份助人嘅心同埋使命感延續到下一代。咁希望亦都等佢知道，第一知道佢爸爸做緊乜嘢啦，第二亦都知道呢個社會上其實有好多人係需要我哋有能力嘅人去幫助咯。我完全冇諗過做夠呢樣嘢嚇，因為我而家仲係有能力。到我坐輪椅嗰日就係我做夠嗰日啦。陳妹卿一個人住，有機構就安排義工定期同獨居長者見面，關心佢哋嘅近況。易建成就係負責探訪陳妹卿嘅義工，兩人相識至今已經有5年。一個月最少都有一次啦，係啦，最少一次啦，有時係多少少。呢個細佬覺得好好人啊！我係平日打電話俾佢咯，問下話佢咁樣，因為佢喺香港就冇乜親人，因為得佢自己一個，咁啊個仔又喺加拿大，所以都會照顧佢多啲嘅。陳妹卿話：以前個仔喺香港嘅時候，中意帶佢周圍去，但係而家個仔唔喺身邊，就算喺香港都有唔少地方好耐冇去。包括呢一日，易建成帶佢嚟嘅尖沙咀。我想嚟好耐啦，因為冇人同我嚟。個仔去加拿大，邊個同我嚟啊？因為跣到啊！你呢啲跣到啊！冇跑。係啦，而家有義工好好陪我啊嘛，我而家唔寂寞噶啦。陳妹卿獨居幾年嘅生活有起有跌，一直陪伴喺佢身邊嘅易建成就見證佢嘅改變。幫到佢，或者佢幫到我，去豐富翻我哋自己人生。其實都唔係話我哋幫，即係我哋探佢，佢講好多嘢俾我聽，等我哋知道老人家生活係點樣。所以我啲嘢佢知晒嘅，因為佢真心對我好顧我咯。我病嗰陣有困難嗰陣，樣樣幫我咯，係嘛，阿細佬？好多謝你，真係好多謝你。大家好啦，大家可以叫我小桃啦。咁咧我就係愛德循環運動嘅義工啦。咁我其實都係啱啱畢業，咁我而家出嚟就做緊護士咁樣嘅。
其實都參加咗義工活動8年㗎啦。喺我中3嘅時候咧，有一個數學老師咁啱本身係負責義工服務呢個範疇嘅。佢有一次係問我有冇興趣參加學校嘅社會服務團，因為嗰陣時就我冇自己冇乜特別個人活動嘅，咁我橫掂有時間又唔係好想淨係讀書喎，試下參加啲課外活動都好嘅，咁就應承咗。好老土講句咩，施比受更為有福啊嘛。某程度上，我一路喺呢8年堅持去做義工服務，都係因為呢種受助人嗰種嘅快樂帶俾我嗰種快樂，我可以因為呢種滿足感或者快樂去堅持落去咯。就算我而家要輪班工作，可能時間冇咁多，但係只要個時間配對到咧，我都想出嚟做呢個陪診服務咯。我唔會當一種工作咯，係一種某程度上都可以當一個俾自己抽離醫院嘅工作，一個放鬆嘅時間，同我婆婆傾下偈咁樣。其實自己都有得着嘅，唔係淨係個受助人開心嘅。如果我計翻舊年嘅數字嘅話咧，申請嘅人數咧就大概有250至到350左右嘅，咁呢個數字都相當之多。咁每一年我哋都會訓練80至100個義工啦。咁但係咪真係全部都做呢個陪診服務咧？咁啊亦都係未必全部嘅。尤其是香港，你知道而家係一個進入咗高齡嘅社會嚇，咁加上移民潮啦嚇，或者係嗰個核心家庭嘅問題啦，咁都會令到嗰個家庭嘅支援係少咗好多。咁如果呢個家庭支援少咗咧，咁獨居嘅長者咧，或者一啲雙老嘅長者啦，佢嘅需求係相當之大。我諗而家其實已經係紅燈都亮起啦。現時咧呢幾年我哋已經面對緊壓力都相當大嘅，因為而家我哋嚟自政府嘅機構啦，或者 NGO 嘅機構，甚至係啲私院啦，各方面其實佢哋都揾我哋嘅。因為我哋呢個服務啦，當然我哋都係義務啦，咁亦都係比較簡單，我哋就可以提供到服務嘅。唯有做多啲勤力啲訓練多啲社區義工。未來我哋會繼續以培訓義工為核心，讓更多人有能力去照顧，有更多人被照顧，讓愛德繼續循環。